點解我個 BB 次次食完奶都奶嘅？BB 出世頭嗰幾個月，喺啱啱食完奶之後，有一兩啖奶喺嘴角度流出嚟，係好常見嘅現象。不過我哋要分辨 BB 係嘔奶定係虐奶。如果係嘔奶嘅話，BB 會較為用力咁將奶噴出嚟，嘔出嚟嘅奶量就會比較多。如果 BB 有嘔吐嘅現象，嘔吐物有血或者綠色嘅膽汁，就要去睇醫生啦。咁我 BB 都係似虐奶多啲，點解會虐奶嘅？BB 喊或者飲奶太急，都會將較多嘅空氣吞入胃裏面。飲完奶後，奶就會跟住胃裏面啲空氣埋出嚟啦。奶並唔係代表 BB 有病或者唔舒服，亦都唔會影響佢嘅健康，所以家長係唔使擔心㗎。BB 奶之後，記得用乾淨嘅毛巾嚟幫佢清潔，咁就得啦。咁就可以減少皮膚受到奶嘅刺激而出紅疹嘅機會。點解有時 BB 食完奶1個鐘先至會虐奶嘅？BB 嘅食道同胃之間有個幽門，佢嘅功能仲未發育成熟。飲奶之後，幽門唔能夠緊密咁關閉，所以如果 BB 食得太飽或用力喐嗰陣，奶就容易喺胃道倒流出嚟。等 BB 大啲，呢個情況會逐漸改善。咁有冇辦法避免 BB 虐奶㗎？其實好難完全避免 BB 虐奶嘅，不過爸爸媽媽可以用以下嘅方法幫 BB 減少虐奶嘅次數。一、奶嘴窿要大細適中，等啲奶慢慢咁滴出嚟。二、餵奶嘅時候，奶嘴前端要充滿奶，以免令 BB 吞入過多空氣。三、唔好等到 BB 好肚餓先至餵佢，以免佢食奶食得太急，吞太多空氣落個胃度。四、千祈唔好逼 BB 食奶，餵奶嗰陣由 BB 主導食奶嘅速度同分量。如果你留意到 BB 食得慢咗或唔再啜，放開或吐出奶嘴或乳頭，又或者就快瞓着，可以停一陣俾佢唞下。五、增加掃風嘅次數，唔好等 BB 一口氣咁樣飲完啲奶先至掃風。如果你係餵人奶，咁就等 BB 食完一邊，幫佢掃一次風。我個 BB 好難先掃到風㗎，咁點算啊？有時掃風掃成2個字，BB 都未必翻啲氣出嚟。如果你同 BB 都攰，但係又驚佢會奶，咁你可以抱直 BB，唔好即刻將佢放平，嚟減低奶從胃倒流出嚟嘅機會。不過唔好用枕頭墊高 BB 個頭，因為咁唔可以減低吐奶嘅機會，仲有機會焗親佢添。我仲要留意啲乜嘢呢？如果你對 BB 嘅虐奶同嘔奶情況有擔心，你就要帶佢去睇醫生啦。另外，BB 吐奶嘅時候，啲奶有機會流入氣管。如果 BB 有持續咳或者呼吸急促，甚至皮膚同嘴唇變藍，都要即刻帶佢去急症室啦。